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电价后个月会起价，经济部伫2礼拜内就会决定要起偌济，讲平均可能会起6%，到时阵差不多有904万户的家庭，每个月电价要加付100多块。 4月底要到咯，天气嘛变热，用电的需求嘛增加。不过经济部按算2礼拜内会决定4月新的电费。民生主题甲细景点用电的调整，可能会到11到33%。再加上台电内部的分配，预估整体平均的情形大约会起6%。所有的机器材料都要用电啦，夏天了会用电量会更大。对，而且如果你不开冷气的话，客人也不会进来啊。对，所以很困扰。 民众甲店家拢真困扰，毕竟钱落啊，阁要求水啊。照目前外团的6%，阁用今马主题用电来算，热天甲毋是热天的月份，0到102度可能会调整每度2.1块，121度到330度，热天可能会调整到2.73块，那么是热天可能会调整到2.415。照目前平均一个家庭毋是热天用电330度来算，推估逐个月就要加600多块的电费，一年上无就会增加12块。 OK， 这一定会啊，半年之后会不会再涨？我的预测还是会再涨。那你说我们现在开始规划核电厂的延役，那也许2、3年之后，我们不必再面临这个电价上涨的问题，要不然我们就是每年隔半年就一起来炒一次嘛。电费带动物价是会当按算，专家认为台电亏损的问题若是阁无解决，电费会继续阁起。电费的审议会按算伫3月底举行，不过综合目前各方提出的评估报告，4月起电费已经是无通避免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